大家好，我哋係夏達華研讀中心 Hadavar Yeshiva， 一個聖經教導平台，喺2008年成立。你有冇聽過或者讀過古代猶太文獻呢？如果你係基督徒，你冇可能會答冇。諗一下，聖經豈唔係古代猶太文獻咩？就係呢個原因，現代聖經讀者要跨越好多嘅障礙去明白經文，過程一啲都唔容易。夏達華研讀中心一直致力將聖經文化、語言、考古、地理研究嘅成果轉化為可用嘅材料，採用查案嘅方式，配以常理思考經文，務求帶現代讀者進入聖經古代世界，睇到經文嘅精彩，讚嘆作者嘅厲害。呢種獨特嘅研經方法，我哋會用 BASICS Basics 呢個字嚟代表，就係聖經考古、場景考據、常理考究嘅意思。我哋想將過去研究嘅點滴喺呢個 podcast 同大家分享，誠意邀請大家同我哋一齊步進聖經世界。字本，所以個本係緊要啲㗎。OK， 咁啊嗱，繼續讀落去啊，28到30字，準備起。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或心思嫉妒、兇殺、爭競、詭詐、毒行，又是壞鬼的、背後說人的、怨恨神的、賄賂人的、狂傲的、自誇的、捏造惡事的、違背父母的、無知的、背約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他們雖知道神判定行這些事的人是惡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OK， 咁就係呢一段咧，咁我哋就會而家會 focus 㗎。咁呢段有冇咩問題？你即刻會問。即係行呢啲事喺保羅嘅教導底下係當死嘅，即係好嚴重嘅。咁你話唔係喺恩典時期咩？唔係喎，係死喎。咁恩典時期都要死啊？係啊，保羅寫緊羅馬書因信稱義㗎嘛，係咪？咁佢寫到明係要死嘅喎。咁點咧？嗱，咁我哋先睇第一段啊。嗱，點解佢會講呢班人咧係明明知道有神嘅咧？喺第19節咧，佢就話神嘅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你話唔係喎，即係我哋喺猶太人嗰度咧，我哋自己都冇成本聖經啦，更何況外邦人嗰度？如果冇成本聖經，我哋又點知道上主創造天地嘅咧？咁但係佢就將個責任咧就唔係擺喺聖經佢哋有冇嗰度喎，咁就係原顯明在人心裏啦。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咁就將個責任擺喺邊啊？喺人嗰度，因為上帝已經做咗嘢啦。嗱，保羅憑乜嘢可以咁講啊？Very good，創世記邊度？人有神嘅形象，咁就一定知道上帝創造天地㗎啦。同埋咧，你留意一下咧，其實亞當喺第6日被造咧，其實我覺得神係刻意咧，佢之前乜嘢做晒先。連夏娃被造嗰時咧，都專登係等亞當係瞓着咗嘅。咁即係其實所有神做萬物嘅過程咧，亞當個肉眼係睇唔到嘅。但係咧，即係好明顯嘅亞當個信心係知得到，要我話係做一切。OK，very good，very good，呢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樣嘢啦。咁大部分基督徒咧都會問比較後期嘅，譬如亞伯拉罕喺第12章。11章尾就介紹佢個家族發生咩事啦，喺嗰度已經話佢哋搬咗去哈蘭啦，係咪？咁然後12章咧就聽到上帝同佢講喎，咁好多基督徒就問啦，佢點知嗰把聲音係上帝咧？大概係呢啲嘅弟兄姊妹係擔心緊，萬一我又聽到同樣嘅聲音，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咁我要 verify 到底呢個聲音係咪嚟自上帝啊嘛？因為好大件事嘅喎，涉及我要賣屋啦、辭工啦，係咪咁然後將所有嘅財產咁搬啦，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啊嘛。咁所以我哋會問嗰啲嘅位置啊，但係其實咧一直以來都係咁㗎。亞當點知嗰個就係佢造物主啊？挪亞又點知道嗰把聲音係信得過啊？係咪？因為當時有其他個，又有神嘅兒子，又有
亞當可能真係會見過神，有機會。呢啲羅亞就唔知啦。對啊，但係完全冇交代上帝係點樣嚟。一開始咧就已經話神創造天地。咁點解唔需要交代咧？人嘅著作都會，如果係人寫嘅話，都會略略講下個源頭啦，係咪？完全冇交代㗎。佢背後有個前設咧，就係大家都會知道係邊個嘅。咁跟住你繼續讀落去咧，就發現裏邊嘅人物咧就真係知道喎。嗱咁該隱同亞伯又點知道要獻祭嘅咧？已經趕咗出伊甸園㗎咯，係咪？跟住又點知道自己嘅獻祭被拒絕嘅咧？係咪啊？咁有啲咩嘢症狀咧？聖經又唔講嘅喎。有皮耳係咯，亞當有皮耳咁，但係點知道即係個獻祭係接納或者係拒絕咧？係咪咁？即係話一路讀落去，去到亞伯拉罕，去到摩西都好。咁你點知道呢一個就係你嘅造物主咧？嗱咁所以咧就你見我哋夏達華咧，從來都唔會開。我希望我有生之年以後都唔會開如何分辨上帝嘅聲音如何辨別即係聖靈嘅工作啊？因為個責任唔喺我哋嗰度啊。如果我哋需要用啲方法嚟到去證明嘅話咧，咁我哋呢位神實在太渣啦！我哋要呢啲方法，嗰個 burden of proof 咧係喺上帝嗰度㗎。如果係上帝要你知道呢樣嘢咧，佢會令到你知道㗎。呢個就係一直喺我哋基督徒嘅思想裏邊係缺乏嘅。然而喺開始喺創世記已經講得好明，保羅就攞咗呢樣啊。所以就話明明可知創世以來啊嘛，明明可知嘅，你就算睇下呢個造物，已經明明可知道有個造物主啊。加上上主係根本向緊你哋説話嘅，不斷向緊你説話，係你拒絕啫嘛。你睇下保羅charge佢哋係咩問題？你哋嘅罪就係咧阻擋真理，咁啊英文咧亦叫做 suppress， 即係抑壓住真理 ，hold fast，hold back。其實你知道乜嘢係真嘅？上帝係造物主，你其實知嘅，不過而家你唔肯認啫嘛，所以佢個 charge 就喺呢度啦。咁所以你見到咯喎，嗱咁呢個係嚟自創世記嘅，即係話我而家講緊嘅就係咧，我哋唔好用河馬嗰個形象嚟睇保羅。保羅唔係寫緊一個哲學嘅文獻，雖然裏邊講到嘅嘢好似好哲學、好玄，比較抽象。而家我係用緊一個希伯來人中的希伯來人，佢僅有嘅資料來源就係佢嘅聖經，就係我哋今日講嘅舊約聖經，特別重要嘅部分就係摩西五經。咁所以佢無論係教緊外邦人又好，歸依咗猶太教嘅人又好，認到耶穌係彌賽亞嘅人都好，佢嘅源頭只有一樣嘅啫，就係神嘅説話，係咪？因為佢唔係一個希臘嘅作家啊嘛。佢唔係教緊哲學啊嘛，佢係講緊聖經，佢係上帝嘅僕人，要完完全全將所有人帶到基督面前啊嘛。咁你靠哲學可以做到咩？靠當時希臘嘅思想可以做到咩？只有一個途徑，就係靠上帝嘅話語先可以將人帶到去神面前咯。咁所以我每逢喺羅馬書，保羅講咩咧？我哋個方向都要揾翻佢個 source 喺邊，佢個源頭就會喺翻摩西五經度揾到噶啦。OK 嘛？嗱咁繼續咯喎。多謝大家收聽。關於今集更多嘅參考資料，可以睇返資訊欄。另外，我哋喺官方網站、YouTube Channel、Facebook、IG Channel， 仲有更加多其他嘅分享。歡迎你 follow、subscribe、comment 同埋 like 我哋。步進聖經世界呢個旅程，希望有你繼續同行，一齊去了解上帝嘅話語裏頭更多嘅意義。下集再見。